Hello，大家好，我係女款名師 Michael G。咁我相信面前熒光幕嘅你哋，可能係中四，可能係中五，亦都可能係中六，而家正在揾緊一個適合自己嘅補習課程，又或者一個適合自己嘅補習老師。嗱，我本身呢就教旅遊與款待，就教咗10幾年㗎啦。不過有啲同學呢就可能有少少嘅誤解，OK？有啲同學就話：咦，阿 Sir 你教咗10幾年咋咁樣？OK？嗱，你哋記住，以前舊學制嘅 short level 呢，嗰一個學科呢，就係叫旅遊業。OK，不過後嚟轉制啦，變咗 DSE 就 base on 旅遊業，再加啲款待嘅資料上去，就變成你哋而家修讀嘅旅遊與款待。咁 DSE 幾耐啊？10幾年，我咪就係教咗10幾年咯。OK，咁所以喺課堂上邊呢，我絕對可以話到俾大家聽，每一個 syllabus，每一個射程範圍，究竟個重點喺邊度，邊啲需要背嘅，邊啲概讀就 OK 嘅，同埋每一個重點究竟個出題方式啊、答題技巧同埋有啲咩鬼，有啲咩嘅注意事項喺課堂上邊，我都可以一一話到俾大家聽。OK，咁同埋我亦都想呢，就趁而家呢一段時間呢，就同大家分享少少嘢，因為有啲同學呢，就成日都有一個問題嘅，個問題就係話：阿 Sir 啊，OK，點解旅遊與款待喺公開考試個成績比較一啲傳統嘅科目係低呢？嗱，咁我哋睇一睇面前熒光幕嘅資料啊，OK，嗱，你哋而家見到呢啲資料呢，就係2025年考試局公布嘅成績。嗱，上邊呢就係 Econ， 即係一個主流嘅科目，經濟科啦。下邊呢個就係旅遊與款待。咁有啲同學如果睇過呢啲成績做過比較嘅時候呢，你會發覺就係話啲成績比較傳統學科旅遊與款待真係唔係話十分之好嘅。咁其實個原因係點解呢？嗱，以我所知或者以我經驗所談呢，點解你會收旅遊與款待啊？有好多同學呢個原因就係好簡單嘅啫。我好中意呢個旅遊啊，咁所以呢，我相信我唔使讀呢旅遊與款待，我都可以爭取高嘅分數。嗱，有冇一啲科目唔使讀可以爭取高嘅分數呢？你唔好傻啦！你對旅遊有興趣同爭取高嘅分數係完全兩回事嚟㗎嘛？OK，咁有啲同學讀過嘅時候應該清楚，其實如果你話以我教咗咁耐，我可以同大家講聲 OK，旅遊與款待可能你要讀嘅嘢或者背誦嘅嘢比較其他傳統嘅科目啦，其他科目譬如 Phy Chem Bio 嗰啲我唔識啦，我本身亦都有教 Economics 經濟科嘅，即係如果你相比翻經濟科呢，反而你要讀你要背誦嘅嘢反而仲多。OK， 即係好似簡單啲，面前熒光幕 OK 嘅資料 OK， 普羅大帝你唔讀嘅，你又點知佢旅客分開為保守型、中庸型、探奇型呢？係嘛？又或者係 Butler 哥哥目的地嘅生命週期，你唔讀嘅時候點噏得出7大周天呢？係嘛？咩叫發掘啊？咩叫投入啊？咩叫發展啊？咩叫鞏固？咩叫停滯？咩叫又要生又要死又要刀仔吉大髀分開重生？又何謂呢個衰落？你唔讀嘅時候，基本上你係講唔出嗰啲嘢嘅。OK，所以千祈唔好諗住唔讀可以爭取高嘅分數。呢個就係少少嘅資料，希望同大家分享。咁但係有啲同學呢，就譬如亦都有講就係話咁阿 Sir， 我明白 OK， 咁如果我想爭取高嘅分數，由而家呢刻開始，我可以做到啲乜嘢呢？嗱，即係經驗所談啦，叫做如果你哋真係想爭取高嘅分數，嗱，咁我亦都有一啲嘅應試策略可以俾大家做個參考，就係話第一。OK， 每個學科都係㗎啦，你一定要知道究竟成個射程範圍邊個係一個重點。OK， 你首先就投放資源就搞掂咗個重點先，就保住自己不敗。嗱，旅遊與款待總共呢就有5個射程範圍，有5個 syllabus 啊嘛，大家知。咁我唔知你係而家中4、中5定中6啊。咁但係 overall 嚟講呢，就有 8個高人，我哋叫另外7大機構，你一定要熟讀。
OK， 因為好多時唔理佢係 multiple choice 啊，定係呢個低 B 題 OK， 即係 database 題目啦嚇，即係我哋叫 OK， 即係資料回應題啦，又或者 essay 都會存在呢8個高人7大機構。邊個係8個高人啊？嗱，面前你見到，應該我相信如果你係中六同學，應該就讀晒㗎啦。OK， 譬如第一個 syllabus 有普樂大帝啦。OK，Cohen 哥哥啦，旅客嘅分類千祈唔好搞亂啦。另外跟住克曼啦，OK， 馬斯勞即係3個階梯，即係譬如話呢一個安全需要啊，OK，呢一個嘅生理需要啊，安全需要啊，另外跟住社交需要啊，自尊需要啊，自我實現需要，每一個階梯究竟個意思係啲咩呢？咁另外跟住單因啦 ，OK， 咁有關於推拉理論又係啲乜嘢呢？又或者去到第一個 syllabus 尾後嘅時候啦，就係頭先提過 Butler，OK， 生命週期嘅7個段落，你一定要知道有啲咩嘅分別，有啲咩嘅特點啦。咁另外去到第4個射程範圍呢，就有 Parashurman 啦，OK，Parashurman 反而係出得最多嘅 ，OK， 譬如咩叫差距模型啊，咩叫優質服務5大特徵 ，RACTA。R stand for 乜嘢 ？A 又 stand for 乜嘢 ？T 又 stand for 乜嘢 ？E 又 stand for 乜嘢 ？R 又 stand for 乜嘢？你要知啦。咁同埋第3個射程範圍就主力就係有關於個主題公園啊嘛。咁主題公園個概念 ，OK 咩核心啊 ？OK 支援啊促成來自邊一個高人呢 ？Coach 啦 ，OK 咁呢啲你要知。另外跟住，除咗8個高人，另外7大機構呢，你亦都要知道佢嘅功能係做啲乜嘢。OK， 咁譬如港產嘅 ，OK 排名就分先後嘅，譬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啊。OK， 咁啊負責策劃就旅遊事務處啊，負責監管就旅監局啊 ，OK， 負責推廣就旅發局啊。咁另外跟住一啲 OK 法定嘅團體，譬如旅遊業議會、香港酒店業協會 ，OK， 大致上係做啲乜嘢？咁另外仲有一個世界旅遊組織，就係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啦，有2個範圍係關於佢嘅。第一個範圍就係應該都係存在喺第一個 syllabus， 即係旅客行為嘅守則。OK， 你如果去人哋度旅行嘅 ，OK， 咁啊有啲咩行為唔應該做嘅，做咗會犯眾憎嘅。另外跟住第5個 syllabus 今年都有問啦，今年2026年都有問到，就係我哋叫耶穌12門徒啦，即係話12個目標點樣可以達至可持續發展。OK， 嗱呢啲就係個重點。當然唔係話你讀晒8個高人7個機構你可以攞滿分啦，但係起碼可以保住自己不敗先 ，OK？ 即係如果你話夾埋佔嘅分數，呢一個環節都應該挨住30零分、40分㗎啦 ，OK？ 咁另外跟住仲有冇啲咩注意事項呢？有，除咗頭先講嘅嘢。第二意識 ，OK， 你要多啲留意呢個世界發生緊啲乜嘢，尤其是香港發生緊啲乜嘢，世界各地都要留意喎，尤其是有啲重要嘅事故係同旅遊業相關，係嘛？即係譬如可以問及你啲咩呢？譬如話啊，而家剛果共和國啦，咁啊出現呢個伊波拉病毒啦，咁啊香港嘅 OK 咁啊發出旅遊警示啦，咁旅遊警示係由香港邊個嘅部門負責呢？咁樣係嘛？咁啊，梗係唔係旅遊事務處啦？咁係由香港嘅保安局你要知啦。咁如果係牽涉醫療事故㗎啦，咁通常保安局呢就會參照呢一個醫務衛生署嘅建議嘅，去發出呢個旅遊警示。咁黃色係啲乜嘢？紅色係啲乜嘢？黑色係啲乜嘢呢？暫時以我所知呢，都係紅色嘅。OK， 就未去到黑色，即係剛果共和國。咁有啲咩地方係會黑色呢？如果現時呢刻鐘，即係我而家同你講呢刻鐘啦，譬如伊朗呢啲咪黑色咯，因為真係打緊仗，即係你去隨時會死人噶嘛。OK， 咁呢啲你要知咯。又或者前邊有啲參考嘅問題都係同一啲時事相關嘅，即係譬如話呢條題目。
SP 即係 sample paper 啦，2009年嘅嗰份由考試局出，咁就俾啲老師作為一個參考嘅。OK，譬如呢條題目就係話解釋為什麼亞洲區年長嘅旅遊人士市場不斷擴展咁樣，係嘛？呢啲有陣時你未必從課本裏邊可以睇到，或者從筆記裏邊可以睇到。不過你放心，如果你報我嘅補習課程嘅時候呢，有陣時我哋個課程裏邊堂上邊呢，我都會不斷同你更新一啲 OK 嘅常識啦，叫做或者一啲嘅資料嘅。咁點解啊？咁啊好簡單啦，係嘛？一句到尾 ，aging，OK，人口老化，因為而家人口嘅平均年齡就越嚟越高，即係話退休一族佔嘅比重呢就越嚟越大。因為大家都知 ，OK， 你去旅行嘅時候 ，OK， 咁你就需要呢個嘅精力啦，係嘛？你亦都需要呢個金錢啦。咁點解越嚟越多長者旅遊呢？OK， 咁啊，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 ，OK， 以前嘅長者嘅，咁啊通常即係日常個工作就係做啲咩啊？幫啲 OK 阿仔啊女啊照顧下啲孫仔咁樣。喂，而家人口老化，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好多人都唔願意生啦，有咩孫湊啫？咁所以年長者時間咪多啲咯，咁啊可以 OK 有旅遊嘅需求咯。咁同埋而家就越嚟越多退休嘅保障計劃，因為頭先講啊嘛，係嘛？你去旅遊一定要錢啊嘛，咁變咗有好多嘅退休嘅保障計劃，可以令到呢個長者可以累積多啲嘅財富，留待呢個退休嘅時候旅遊嘅享受咯。咁呢啲咪常識咯。OK， 同埋尤其是有陣時要留意翻香港政府嘅政策啦。譬如今個年度2026年呢 Paper One 其中有條題目呢，就係問及香港政府啱啱推出嘅無處不旅遊。OK， 咁如果你冇留意個施政報告公佈出嚟嘅資料，你又知道咩叫無處不旅遊咩？係咪先？咁所以呢啲大家要多加留意下個時事，同埋其實亦都有好多嘅題目呢，係牽涉有關於大家日常嘅生活體驗嘅。所以你話唔讀得唔得？如果你生活嘅體驗豐富，係嘛？個常識係豐富，你咪可以讀少啲咯，冇得唔讀㗎。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啊 ，OK， 我完全就係三步不出閨門㗎，我選擇性接收信息，平時唔關我事啲嘢，我睇都唔睇㗎。OK， 你講俾我聽，我左耳入右耳出，咁你咪要讀多啲咯。OK， 所以你話讀定唔使讀就好難講嘅，視乎你係邊類人嗱，即係好似面前呢啲嘅題目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做少少嘅測試咯。咁你可以睇下以下落嚟，你答唔答到呢？係嘛？你答到嘅時候，即係話你常識 OK 啦。OK， 咁你話需唔需要話補習嘅，就視乎你自己需要啦。如果有啲同學 OK， 哇，完全我聽都未聽過，完全係唔識嘅喎，咁你就 OK， 唔好叫你小心啲 OK， 即係多啲去閱讀啦 OK， 多啲去留意啦。或者多啲去做題目啦 ，OK 嗱，即係好似第三題頭先提過啦。香港特區政府將某目的地嘅外遊警示提升到黑色，這代表什麼呢？係嘛？呢啲即係純粹係常識題嚟㗎啦。OK， 如果你即係未必話一定要收旅遊予款待，係嘛？你係一個普通香港嘅市民，其實你亦都應該清楚。OK， 咁啊4個選項邊個呢？咁啊答案咪 A 咯，即係出咗黑色。唔應該去嗰笪目的地啦。佢通常用嘅字眼呢，比較柔少少，唔應該。不過你要去死都冇計，係咪先？佢話唔準去，咁啊唔會咁問，唔會咁講嘅。OK， 咁啊唔應該去啦。又或者譬如第4條。OK， 譬如話，隨着新建嘅旅遊基建及設施就預期於2013年九龍東 OK 完工。係嘛？嗱，呢啲都會問嘅喎。有啲旅遊嘅設施，譬如2013年就咩啊？
佢提咗嚟啦，九龍東啊嘛，即係九龍灣啦，係嘛？九龍灣嗰邊係咩啊？郵輪碼頭啦。如果佢問你2018年你有啲唔啲退呢？係嘛？2018年有啲咩啊？咁就有呢一個嘅高鐵啦，咁啊另外港珠澳大橋啦，係咪先？嗱，呢啲咪時事常識題咯。所以你要多啲去留意呢樣嘢。咁既然係郵輪碼頭啦，咁啊普及啲咩啊？咁啊梗係郵輪嘅旅遊啦。OK， 又或者去到下邊第5題啦。嗱，呢啲亦都係常識題嚟嘅喎。以下哪些條款通常會在旅遊簽證上面註明？有冇攞過旅遊簽證啊？咁啊，雖然有好多地方都唔使簽證，譬如有啲同學去過美國，係嘛？去美國一定要攞 visa 啦。咁 visa 裏邊通常會有啲乜嘢嘅資料呢？ OK， 嗱，咁4個選項，咁啊當然 visa 咁啊梗係有效期啦，係嘛？咁啊一定有個 expiry date 啦。OK， 咁啊除咗有效期嚟講啦，4個選項你再會賴邊個呢？係嘛？咁啊通常就會註明就係話，如果你去嗰笪地方，你最耐可以逗留幾耐，超越嗰個期間呢，你就被視為非法 OK 呢一個嘅居留㗎啦。咁所以答案咪 D 咯，3、4，好冇嘅啊？好啦，再落嘅時候，譬如第6題，咁當我哋而家叫做下題目溫下書咯。OK， 咁啊第6題，2016年 OK 香港特區政府，嗱呢啲就係我頭先講啦。有陣時佢會因應翻嗰個年份，不過通常26年啊考25年，27年啊考26年，類似咁嘅部署啦嚇。OK， 咁即係話如果你考今年嘅，你留意翻上年嘅事啦。如果你考下年嘅，就留意翻今年嘅事啦。咁呢個就2016啦。佢話香港政府因種種原因，咁就發出外遊警示。OK， 嗱呢個17年你見到呢個 percentage 係咩啊？就係當其時答啱個 percentage。咁如果你話第二時你報我課程，咁我個課程用嘅筆記，咁就會資料齊㗎啦，一定係 OK。同埋我會將所有嘅題目就分類。OK， 咁就分開唔同嘅 topic 嘅題目，咁同埋每一條題目，尤其是 MC，我會列埋一個數據，即係話俾大家聽，當其時究竟有幾多 percent 同學係做啱嘅。咁如果你話40零50%，即係一半一半啦，係嘛？咁呢啲就如果你做到，因為始終公開考試係 like curve 啊嘛。OK， 咁如果你做到嘅時候，咪多啲人可以佔你師弟咯，可以做個比較。如果呢啲你做啱呢，其實你個成績唔會多大變化嘅 ，OK， 因為大比數啱啊嘛，反而唔啱嗰啲就死緊 ，OK。嗱，第6題，2016年 ，OK， 外遊警示發生過啲乜嘢呢？嗱，1、2、3、4，阿 Sir， 我都唔係2016年嘅考生，我點知呢 ？OK， 嗱，即係呢啲你可以用排除法啊嘛 ，OK。嗱，1、2、3、4，你覺得有邊一個係唔合情，亦都唔合理呢？係嘛？你一睇埋佢，2號仔一定唔啱㗎啦。點解一定唔啱啊 ？OK， 2號仔佢話比利時食物中毒事件爆發。喂，香港都周不時有食物中毒啦，唔會話1間2間餐廳食物中毒就出旅遊警示，叫啲人唔好去嗰笪地方，除非成個國家所有餐廳都食物中毒，有冇咁啱得咁巧呢？所以通常2號仔呢個係唔成立嘅。OK， 2號仔拜拜。咁另外，日本有冇火山爆發啊？日本有火山，不過冇爆發。OK， 咁就即係有少量爆發啦嚇，但係唔會導致旅遊警示嘅。OK， 除非即係全面 OK 呢一個火山爆發出埋恐龍嗰啲嘅啫。OK， 咁4號仔亦都唔合情唔合理，所以答案咪1、3咯，係嘛？埃及 OK， 周不時都有恐怖襲擊㗎啦，中東非洲嗰邊 OK。咁另外新加坡嗱，新加坡寨卡病毒其實你睇個年份知嘅。2016年世界盃唔係世界盃，應該係奧運 OK， 喺邊度舉行啊？喺巴西。當其時預計好多人會去，但係最後呢就 OK 就唔係你想象中咁多旅客啦。咁因為就2樣嘢，第一巴西個罪案呢
係偏高，啲人驚驚。第二呢，就發現呢一個寨卡病毒啦，即係尤其是啲孕婦去到嘅時候，俾啲咩唔知大菌嘅蚊一針一針咁啊，影響個 BB 咁樣。咁跟住寨卡病毒呢，就開始喺個地球度開始蔓延啦。香港就好似冇嘅，OK，咁新加坡就有嘅，OK，即係等於而家剛果共和國嘅呢一個伊波拉病毒，OK，咁呢啲就時事咯。所以呢條題目 Boy 13，OK，又或者第7條啦，嗱，旅遊保險呢就好多時有問嘅，尤其是係香港旅遊業裏邊嘅賠償基金，OK，不過呢個就唔係問賠償基金，純粹係問買旅遊保險有啲乜嘢嘅 OK 好處或者一個服務 OK， 咁有緊急支援啦。你買咗旅遊保險，佢會有個熱線俾你嘅。如果你海外遇到任何嘅問題，你都可以打個熱線去 OK 要求幫助嘅 OK， 即係譬如哎呀我病咗入咗醫院，我冇錢找數，打熱線電話 OK， 咁跟住啲職員就會同你 OK 善後噶啦。嗱，唔使擔心，條數我哋會找咗噶啦，翻嚟至慢慢 claim 咁樣 OK。咁另外跟住就係途中嘅醫療嘅費用，因為點解我哋要買 OK 旅遊保險呢？因為如果你幫襯旅行社買2個產品或以上呢，你就要俾0.15嘅印花稅啊嘛，咁就 for 呢一個旅遊業嘅 OK 賠償基金 OK， 但係呢個賠償基金呢，淨係 for 你因意外入院或者死亡至有得賠嘅。但係如果你係因疾病，哎呀突然間肚痛 OK 腸胃不適 OK 要入院嘅，咁賠償基金就唔賠嘅。咁如果你買咗個旅遊保險呢，就由旅遊保險去賠呢個醫療費用嘅 OK， 所以答案就14 Boy 仔 OK。咁另外跟住到第8題啦，嗱呢個亦都係時事，有啲同學真係問佢，因為你哋呢而家有好多收到 DSE 旅遊與款待，慢慢越嚟越多 OK 內地嘅學生，可能面前嘅你就係一個內地嘅同學，咁你記住 DSE 呢係 for 香港嘅。咁所以佢問你嘅資料呢，都係環繞翻香港嘅。咁點啊？喂，內地同胞，我哋香港唔係咁認識。喂，冇計㗎，唔係咁認識，你咪要去認識咯，係嘛？酒店你見到呢啲㗎啦，成日問㗎啦，咩百度海逸啊，類似嘅物體成日都見㗎，係咪先？即係而家呢度問你高檔啊嘛，咁你話喂？冇得教喎，呢個係高檔就高檔，係低檔就低檔，呢啲冇得教嘅。咁啊4季啦，一定係高檔啦。文華東方啦，即係張國榮跳樓嗰間啦，呢2間咪高檔。假日就通常係做啲比較次一級嘅，可能係4星嗰啲。百度海逸喎，係嘛？海逸係嘉誠哥噶嘛？但係海逸有好多噶嘛，咩都會海逸啊 ，OK 香港海逸啊 ，OK 天水圍海逸啊，嗱百度海逸呢，就話埋俾你聽喺土瓜灣嘅，你睇個 location 都應該知道唔會係5星級噶啦，係嘛？咁所以個答案23，你話我冇得解 ，no 得解 ，OK 好啦，另外跟住嗱頭先提啦，19年 OK 第9條 OK MCQ 30。佢就係問2018年啦，2018年2大設施正式運作，第一個就係港珠澳大橋，第二個就係高鐵。咁港珠澳大橋同高鐵係 for 咩啊？for 香港人北上 for 上邊南下落嚟自由行 ，OK。咁所以帶來嘅方便係唔會即係來自歐洲啩，歐洲唔會經港珠澳大橋嚟香港啩，東南亞亦都唔會經港珠澳大橋嚟香港啩，OK，東南亞歐洲嗰啲搭飛機嚟啦，大佬係咪先？咁所以就係 for 大灣區啦，同埋方便我哋去即係上邊嘅城市 ，OK， 所以答案就14。咁如果你話掌握唔到2018年係有啲咩設施，可能真係你斷估冇痛苦 ，OK。好啦，另外跟住到第10題啦。嗱，第10題呢，亦都係一啲就時事又唔係年年都問，耐唔中 ，OK，就滲一滲。而家我哋如果係香港國際機場
OK，我哋要俾啲咩費用呢？嗱，因為最近大家都知油價就貴啦，係嘛？咁就要徵收嗰啲叫咩燃油附加費。OK，但係我哋唔理呢個燃油附加費。而家我哋通常如果係搭飛機，我哋離境嘅時候，我哋要俾咩呢？機場離境稅一個啦，另外跟住就機場建設稅一個。咩叫機場建設稅啊？因為以前起第3條機場跑道呢，咁啊機管局就唔經呢個行政立法兩局撥款啊，自己籌期啊，自己籌錢啊，咁所以由嗰陣時就開徵呢個機場建設稅。咁機場建設稅個特點係咩呢？嗱，呢啲亦都係我筆記裏邊嘅相關資料啦。OK，咁佢就分 OK 長途定係短途。OK，另外亦分你嘅座位啦，頭等同商務就一個價，經濟客位就一個價。咁啊啱嘅，我搭得經濟客位，我都唔係咁多錢啦，你仲收我咁多錢嘅時候，我反面㗎。OK，嗱咁變咗呢度 OK 第10條啦。OK，以下哪項關於香港機場建設費嘅陳述是正確 ？OK，抵港旅客與離境旅客均需付相同費用。嗱，呢一個排除法，呢個1號仔一定死啦，係離港啫，抵港唔需要。OK，另外跟住呢，仲有邊個一定錯呢？紐約嘅旅客比去杜拜嘅旅客需付更高嘅費用啦。我哋分長途短途。短途係東南亞嘅地方，泰國啊、馬拉亞、OK、新加坡啊咁樣 OK。咁如果杜拜嗰啲中東啊、非洲啊、歐洲啊、美洲嗰啲都被視為長途，咁所以3號仔就錯啦。OK，因為佢話紐約係貴過杜拜，兩個都被視為長途，價錢係一樣，所以13拜拜，剩翻落嚟就係2同埋4啦。OK， 答案多。頭等同商務一個價 ，OK， 經濟客位另外一個價 ，OK， 嗱，咁呢啲就係即係 OK 同大家試嘅嘢。好啦，除咗 OK 第1式 OK， 我哋要知道個重點所在 OK， 除咗第2式，我哋要多加留意生活上邊一啲同旅遊相關嘅常識資料或者係新聞。咁第3式係咩呢？就一定要係操題目咯。咁我相信呢個廢話嘅啫，科科都要操題目㗎啦。咁旅遊與款待亦都唔例外，即係有好多題目其實都係如有雷同就實屬專登。OK， 尤其是 essay 題目。嗱 MC 會有翻炒 OK， 另外低 B 題就翻炒機會唔大。因為低 B 題即係 database 題目啊，通常就係 base on 一個資料，個資料唔會翻揼噶嘛。OK，咁如果你話第 paper 2 essay 題目呢，即係我哋叫論述題啦，咁好多時佢問嘅嘢呢就會有重複啦。OK，咁所以操題目好緊要，就係睇清楚每一個嘅喺 essay 出現過嘅課題。OK，究竟佢個出題方式係點？你留意翻佢嘅出題方式去做溫習呢，你就會事半就功倍倍。OK，因為有陣時你讀書個難處係咩啊？死啦！我讀咗我都唔知佢點出，係嘛？咁有陣時讀好似冇咗靈魂咁樣。OK，但係如果你未讀嘅時候，你若莫知道佢點出呢，其實就容易過好多，即係個心理都好過啲。OK，即係譬如話呢度俾大家參考，呢個係咩啊？OK，即係第4個 syllabus 啊。我唔知面前熒光幕嘅你有冇讀到啦，或者原校有冇教到？通常中4就教第1同第2個 syllabus，旅遊導論同款待導論。另外跟住中5呢，就教第3旅遊景點同埋呢個客戶服務。OK，中5呢，就教埋中6呢，就教埋第5個 syllabus 有關於旅遊業嘅趨勢，然後跟住就溫習 OK 應付公開考試。OK， 咁呢個就屬於第4個 syllabus 嘅，即係客戶服務裏邊，其中有2個模型呢，主要就係幫我哋去尋找服務失誤嘅原因。一個就服務金三角啦 OK， 另外一個就係 Parent-Shurman 嘅差距模型啦。咁我相信教咗嘅同學知我講緊啲乜嘢。OK， 差距模型考得最多㗎。不過而家我呢個俾大家做個參考，就係個服務金三角。通常佢會點問呢？通常係俾個背景你啦，
係嘛？咁啊上邊就郵輪啦，下邊就餐飲啦。OK，咁啊講出三者嘅關係。OK，即係公司、員工同顧客三者嘅相互關係都係一樣噶啦。又或者係 OK，另外 OK，一啲翻炒嘅，譬如話耶穌12門徒啦，我睇下呢度有冇有 OK 嗱，類似就係譬如耶穌12門徒啦，即係呢個係第5個 syllabus， 有關於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佢就訂立咗12個目標，即係我慣性叫耶穌12個門徒啊，得罪 OK 有怪冇怪 OK， 咁就12個目標。如果你可以跟足12個目標做呢，你就可以達到持續發展呢個旅遊業啦。咁今年都有問喎，2026年都有問到嘅 OK， 都係出一條 essay， 好似就係第一條 OK， 咁問嘅模式都係一樣，但係就留意啦。尤其是如果係 essay 題目呢，有啲同學就成日即係粒腦可能諗埋咗一邊。哎呀，我寫咗㗎，但係寫咗點解我攞咁低分嘅呢？嗱 essay 通常我哋嘅答題嘅技巧呢，我哋成日講就係抬頭解釋例子，抬頭解釋例子，抬頭解釋例子。即係話你答嘅時候，你唔可以就咁話自然完整性句號係嘛？唔得係嘛？即係話 OK， 譬如好似呢個參考啦。OK， 有啲同學成日即係呢個我哋叫第四式啦。有啲同學成日即係答呢啲問題嘅時候 ，OK 就成日淨係答個抬頭，以為寫咗個抬頭就得，其實唔得㗎。如果 essay 題目 ，essay 題目通常你寫完個抬頭，你要解釋翻究竟咩叫無形性係嘛？咁啊咩叫差異性？咩叫不可保存性？OK， 咁啊另外跟住你解釋完嘅時候，睇下佢需唔需要你講翻一個相關嘅例子。其實佢唔講，你都可以寫個例子做個 backup 嘅。另外，如果你話答啲低 B 題 ，OK， 即係 database 題目，好多時候你要舉證嘅，你唔可以就咁寫咗嗰樣嘢，然後跟住冇任何舉證。舉證嘅意思其實即係抄翻低 B 題所俾你嗰啲嘅資料落去做個 backup 嘅啫嘛。OK， 所以呢個大家要注意。OK， 嗱 essay 題目就類似係咁啦，所以你讀嘅時候，你一定要好清楚，或者你自己可以自己練下先咯。譬如話讀溫書溫耶穌12個門徒12個目標係嘛？啊，如果我寫自然完整性啦，啊，我寫翻一個句子做個 backup， 我點寫呢？咁咪寫定先咯，作定文先咯，即係話 OK。佢又唔需要你話寫到好長賴賴嘅，你唔好夾硬砌啲多餘嘅字去賺到佢多字，咁啊睇上嚟好似好勁咁樣係嘛？唔需要 OK。總之係抬頭解釋例子，抬頭解釋例子 OK。嗱呢個就要注意嘅事項 OK。咁啊後邊呢啲就 OK 個參考嘅題型啦，係嘛？好多時類似嘅問題形式都係相同㗎啦。如果 essay OK， 如果 essay 咁啊大致上就係咁多啦。咁同埋最後做題目嘅時候，亦都提一提小心閱題，因為有啲同學呢，做題目嘅時候有陣時成日忽略題目裏邊嗰啲嘅字眼 OK。粗心大意就變咗答咗等於冇答 OK， 即係離晒托叫做 OK。嗱即係舉例 OK， 譬如話面前熒光幕呢條，咁就2013年 OK 嘅公開考試 Paper 2， 即係論述題即係 essay 啦。咁啊 Q5， 勝利酒店是一間提供全面服務並附設2間餐廳嘅酒店。它吸引了世界各地各類型嘅客人。咁啊，該酒店為客人提供修正美式計價、歐式計價。嗱，即係嗰句，你未讀過嘅時候，你知道咩叫修正美式咩？唔知係嘛？你知道咩叫歐式咩？唔知。我淨係知道啊，有陣時我哋 book 酒店，佢酒店房就送早餐。啊，有陣時我哋 book 酒店，佢酒店房就送早餐送晚餐。有陣時我哋 book 酒店房，佢就乜 Q 都唔送，係嘛？呢啲我哋識啊，但係點叫呢？係嘛？你唔讀真係唔識㗎喎。所以唔好到呢一刻都係諗住我唔讀，但係我對旅遊業好有興趣，因此我就可以攞高分。你唔好傻啦。OK， 歐式計價
不包括任何嘢，淨係包括個房間。OK， 歐陸式計價，房間送個早餐。OK， 修正美式計價，房間送個早餐加個晚餐。美式計價 OK， 房間加個早餐加個午餐加個晚餐，一日3餐送晒俾你。OK， 嗱，而家呢度就係話啦，描述每一種計價方式嘅定義，就係寫我頭先嗰啲呢啲意思啦。咁啊，從管理層嘅角度解釋修正美式有啲咩地方係優勝過歐式。歐式即係乜 Q 都冇，歐陸就早餐，即係成日記住歐陸早餐，歐陸早餐。你而家出茶餐廳食嗰啲西式嘅早餐，咪叫歐陸早餐嘅？其實即係某程度上就係呢啲演變出嚟嘅。歐陸就即係話房間送個早餐。修正美式呢 OK， 唔係呢個歐式啫，呢個唔係歐陸。歐式就乜嘢都冇，淨係個房價嘅啫。OK， 咁呢個就包早餐同埋晚餐。咁即係話站喺管理人嘅角度啦，包你餐同唔包有啲咩好處 ？OK， 嗱，通常包得你餐嘅，起碼嗰間酒店有餐飲設施啦，係嘛？一定唔會賓館嗰啲啦，係咪先？賓館可能餐廳都冇噶嘛，係咪先？又或者一啲經濟型酒店可能直情係冇餐飲設施，佢想包你都包唔到噶嘛。OK， 即係連埋呢個餐飲有啲咩好處？另外跟住 B 呢 OK， 即係我想講就講 B 咋 OK，B 就係話該酒店所提供嘅房價根據不同因素而改變，除膳食計價外，講出其他因素會影響房價嘅高與低。嗱，呢啲通常啲同學答錯係咩呢？佢話明係除膳食計價外啊嘛。我見過好多同學答呢啲呢，都係寫個價錢貴與平就視乎佢包唔包呢一個嘅早餐嗱。你咪賴咗嘢咯。佢話唔講膳食㗎啦，得唔得？你仲講餐飲，你咪死咗咯。另外跟住有啲同學好得意喎，講過5種因素呢，其中一個因素，其中一啲因素佢會點講呢？視乎房間面積大細，視乎酒店設備，視乎個座向，視乎個景觀，視乎個樓層，視乎個屎坑有幾大。OK， 喂。你講嚟講去都係嗰間房嗰間酒店本身，其實係當你一個因素嘅啫喎，係嘛？你可唔可以講其他呢？嗱，呢啲你就要注意啦。所以有陣時喺堂上邊，我會話埋俾你聽，即係一般同學做呢類型嘅題目會犯啲咩錯？你唔好犯翻相同嘅錯，其實就 OK 㗎啦。嗱，頭先所講嘅嘢 OK， 就係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為自己喺公開考試爭取高啲嘅分數。咁你又想唔想 OK 爭取高啲嘅分數係公開考試嘅呢？如果想，課堂見啦。記住，我係呂款名師 Michael G。拜拜。